第一單案件咧就叫做京士柏嘅一個地方啦。咁唔知大家對京士柏個熟悉程度啦？咁京士柏咧，咁可能我自己諗到咧就係一個亂葬崗啦，即係好多古靈精怪嘢啦，好多靈異嘅傳說啦。咁呢啲都唔係我考慮講嘅嘢嚟嘅。咁首先講翻咧京士柏嗰個歷史來源。京士柏咧其實英文就叫 Kings Park。即係嚟講咧，喺油尖旺或者叫做喺何文田區啦嚇。咁啊，其實佢個地方咧就喺油麻地以東、佐敦以北、何文田西南同埋紅磡西北，即係介乎幾個位嘅山頭啦。咁啊，最出名隔離就係咩啊？就係咧呢個 QE 啦，伊利沙伯醫院啦，不過都就嚟拆啦。咁嚟講咧，嗰度咧其實有兩座山，一個叫京士柏山，一個叫順旗山，兩座山嘅。地勢咧偏高嘅，咁上面咧有個天文台咁樣嘅，視野都比較開闊。咁啊，點解叫 Kings Park 咧？就係紀念咧英皇愛德華七世。咁啊，所以咧就有個叫 Kings Park 京士柏嘅意思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3年8個月咧，日本就佔領過香港嘅。咁啊，當時咧就依度咧就改稱叫九龍競技場。咁啊，戰後咧就用翻粵語譯音咧拼翻叫京士柏 Kings Park。咁啊，19世紀末期咧，呢度咧曾經做過英軍，因為我哋係曾經係英國殖民地啦。咁啊，做過咧英軍嘅靶場喺京士柏。咁啊，射擊時咧，山上會掛紅旗嘅，咁啊，即係以示安全啊嘛。咁啊，所以次嘢都有個叫順旗山嘅名。咁啊，昔日咧亦都咧，大家都知道啦。何文田區咧有一個叫做咧英軍啊，陸軍醫院啊，咁咧而家就係一個叫做軍澳峰嘅地方啊，即係都係變咗啲豪宅啦。咁咧你就唔好睇小嗰度，即係我細個咧就都會成日咧同我表哥去嗰度玩嘅。咁其實嚟講咧，嗰度即係夜晚咧我就唔敢去嘅，坦白咁講，因為細個咧阿婆啊或者我媽咪啊，成日都話：喂，嗰度啲治安好差。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個叫做繩之於法同警訊嗰啲咧息息相關。咁細嗰陣時80年代咧有個叫做咧繩之於法，就係咧類似警訊咁啊做主持嘅。咁咧成日都提供咧一啲有關案件嘅。咁其中咧有啲案件咧就係曾經咧發生咗喺呢個咧。京士柏依個山嘅，係啦，咁所以嚟講咧都幾恐怖嘅，對我印象嚟講都幾深刻嘅。咁咧，所以咧我就資料搜集咗咧，咁咧所以嚟講咧，對我嚟講咧都幾大陰影嘅，即係對我而家嚟講都，所以咧冇必要咧，我都唔會走上京士柏。當然京士柏咧就有個叫做咧。張瑪莉係做呢個繩之於法嘅主持，咁其實個氣氛比警訊咧，我覺得仲嚴肅嘅。如果即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咧，就知我講乜噶啦。咁我而家咧都做咗資料搜集，原來咧京士柏咧就真係好似我屋企人咁講咧，曾經有幾單案件嘅，而最大問題咧就係呢幾單案件咧全部聽住3單，我而家揾到3單，3單咧都係懸案嚟嘅。即係到呢一刻咧，40幾年、30幾40年咧，都係咧揾唔到嗰個兇手出嚟嘅。咁啊，根據我而家上網可以僅餘揾到嘅咧，就即係同大家咧講一次。咁咧統稱咧就叫京士柏嘅命案啦。嗱，第一單咧就係1978年嘅6月20日，京士柏公園嘅劫殺案。嗱，咁死者咧就係一個叫李俊生嘅男士。22歲嗱，當時咧22歲可能咧就叫做咧即係比較早熟啲，可能結咗婚啦，但係佢未結婚嘅。咁但係而家22歲，喂，僆仔個啫，係咪？咁所以嚟講咧都係叫英年早逝啦。咁嚟講咧，佢咧就係22歲就過身。咁啊，當時咧佢同佢女朋友咧就喺公園度咧傾下偈咧，遇到一個獨行賊咧就持刀行劫。咁啊，大家要明白到咧，當時嗰個娛樂咧就冇而家呢個年代咁多娛樂，喂，中意去唱下 K 啊，屋企上下網嗰啲冇咁多嘢嘅，即係拍拖咧冇咁多搞作，亦都冇咁多親密嘢嘅，咁可能都係去下公園嗰啲談下心咁樣嘅啫。咁啊，當時嚟講咧，呢對情侶啦，李俊生同埋咧呢個女朋友咧咁啱咁唔好彩咧，就可能去到一啲僻靜嘅地方，咁啊俾一個咧獨行賊咧就打劫。
咁啊，當然啦，俾人打劫有兩種選擇，一係咧就坐以待斃，等人哋打劫完就算啦。咁但係唔代表一定冇事啊。咁但係咧，呢位男士咧就選擇咗反抗，咁啊好不幸咧就俾個劫匪咧就即係攞把刀咧就刺斃咗嘅。咁咧佢女朋友咧就好彩就冇遇害。咁啊劫匪咧就當時梗係走佬啦。至到而家講緊係46、47年前嘅事啦。咁嚟講咧，都係咧未落案嘅。咁我相信，如果個賊都係當時20零歲，其實而家都係一個長者啦。咁啊，佢過唔過到自己良心呢啲就唔知佢啦。咁啊，另外一單咧就係1989年1月31日嘅一個案件，叫做京士柏公園一個輔警劫殺案。呢單咧就比較多人講嘅。咁啊，死者咧都係好後生，一位叫葉國德嘅先生。當時佢係23歲嘅一個休班輔警。當時咧亦都係同女朋友咧喺公園度咧遇到啲賊仔咧去行劫。當時佢女朋友係19歲嘅。劫匪上前搶劫嗰陣時候咧，葉國德咧已經表明咗佢係輔警啊，輔助警察身份反抗。兇徒咧冇因為佢係輔警嘅身份咧就驚咗佢。兇徒咧就持刀咧去刺中佢啊！咁期間咧咁啱咧就一刀咧刺穿咗佢心臟，當場咧就重傷不治。佢女朋友咧就好彩咧就冇事，咁咧就但係咧都係好慘啊！真係捉唔到個兇手啊！兩單案件咧都係咧俾啲賊仔咧打劫咧就令到佢冇命啊！咁1978年嘅李俊生啦。1989年嘅休班輔警啦，咁其實仲有一單咧叫1985年嘅凌潤權嘅劫殺案，但係個位置咧就係喺九龍灣書院嘅小徑。咁啊，其實嚟講咧，基本上咧都係啲比較僻靜嘅地方嚟嘅。咁嗰單又係點咧？就係咧當時凌潤權咧就係25歲，佢女朋友咧就係喺油麻地廣華醫院喺下低咧，廣華醫院道聲書局嗰度嘅對面啊，而家重建咗嘅廣華醫院，當時係24歲。佢當時咧就都喺京士柏公園附近啦。咁啊，九龍華仁書院旁邊咧有啲小徑同一片山頭嗰啲好僻靜，即係總之而家呢個2026年，我都覺得你哋如果冇必要咧，都唔好夜晚走去，真係都比較危險嗰啲嘅一個地方啊。咁啊，情侶咧當時夜晚咧就喺度傾下偈啦，即係談下心啦。咁啊，當時咧就遇到劫匪行劫，凌潤權咧都係冇同之前啲案件差唔多，都係極力反抗。咁好不幸咧，亦都係俾咧啲賊咧刺斃咗嘅。咁啊，亦都係好無獨有偶咧，個女朋友就冇事嘅，亦都係咧同頭先嗰兩單案件一樣咧，就冇捉到兇手，係一個懸案嚟嘅。三單案件咧個位置咧都係同一個山頭嚟嘅，咁但係咧警方咧當時或即係都冇一個證據咧，可以證實到係同一個兇手所為。咁但係嚟講咧，有個共通點，三單嘢都係夜晚發生，亦都喺京士柏公園華仁徑情侶約會啊，一個獨行賊都係咧有關男死者咧反抗被刺。女伴生還。咁啊，當然啦，當時嘅地方梗係冇閉路電視，冇 CCTV 啊，兇手梗係可以好順利咁逃走到啦。呢啲嘢，咁你問我而家，就算嗰度我都唔知佢裝 CCTV 裝得夠唔夠添。嗱，78年、85年同89年三單咧，時間跨越10年。咁好多人咧就將三單咧 mix 埋做兩單，或者覺得係一個兇手咧連環咗兩單，但係咧警方咧從來咧都冇證實到咧係同一個人所為嘅。咁咧，但係咧而家咧就好多即係夾雜咗好多靈異嘅嘢落去，又話咩情侶見到黑影啊，夜晚聽到啲女仔喊聲，全部咧呢啲都係一啲坊間傳聞嚟嘅啫。咁始終嚟講咧，嗰個地理上位置都係比較上咧陰沉啊。咁我覺得如果大家想去，即係除非好似阿 AK 咁想去AP 係嘛，即係想去探險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即係我奉勸啦嚇，冇必要就唔好咧半夜啊呢啲咧走去
京士柏即係入夜咗咧。當然球場嗰邊咧可能多啲人打波，或者你話喂我住喺嗰邊咁啊，當然冇問題啦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就覺得咧冇必要嘅人咧就唔好嘗試咧走過去啦。咁啊，始終咧唔想大家咧有咩即係意外啦。即係雖然而家香港你話治安好咗，可以咁講嘅，但係嚟講都係安全勝於一切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你點知有冇唔好話嗌啊咁，都係可能有其他一啲不法嘅人可能匿埋咗，咁都影響到大家有咩閃失都唔好啦，係咪先？